再来看南投溪地乡有几个休闲农业区哦，最近是做伙办红茶体验活动，佮设计一寡正特色的料理，游客哦有通食，佮有通耍，嘛增加对红茶产业的佮文化的了解，所以反应拢袂歹。家底叶堆做一丸一丸，刷到来出来客时暖，动作看起来真简单，毋过煞真注重功夫。第一甲叶针暖出来，伫发酵时茶味的滋味才会愈高愈好啉。南投溪地乡的红茶介出名，毋过科技进步，机器代替人工，真暖茶技术用要失传。涉水社区特别办导览，互游客当亲身来体验红茶制作流程。我们一般在外面喝的茶，都是就是机器揉的，比较没有那种本土的感情。这个揉茶过程，我觉得非常疗愈，尤其是对一个都市化的人来说，透过导览，他将我们整个涉水社区的故事，就是他们当年如何的就是生产茶叶这个过程。为了推广在地产业，带动观光，溪地乡公所向农业部争取经费，结合两大休闲农业区，举办红茶产业小旅行。唔但会当家己暖茶，现场阁展出日本时期挖一世纪的暖茶机，互民众入捌在地历史文化。材质无同，所以伊做出来的茶味，伊啉起来感觉会无同。咱这做起来，伊会偏一种蜜香的甜甜的味道。白铁也无，白铁也无。会当互民众乡亲更加熟悉到咱的庄头，将这个资源撒向咱每一个角落，互咱更加侪游客来到咱溪地乡。乡长表示，导览有包含暖茶体验、特殊料理，游客阁会当伫湖边散步，欣赏南投的自然景观。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互大家心情放松，看到溪地乡的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